第24章。過咗5日，大祭司亞拿尼亞同幾個長老同埋一個辯士帖士羅落咗嚟，向巡撫控告保羅。保羅被提咗出嚟，帖士羅就告佢話：腓力斯大人，我哋因你得以大享太平，並且呢一個國嘅弊病因着你嘅先見得以更正啦。我哋隨時隨地滿心感謝不盡，唯有恐怕多講，你嫌繁瑣，只求你寬容聽我哋講幾句嘅說話。我哋睇呢一個人如同瘟疫一樣，係古麗普天之下眾猶太人生亂嘅，又係拿撒勒教黨裏邊嘅一個頭目，連聖殿佢亦都想要污穢。我哋將佢捉住咗，按我哋嘅律法審問。點知千夫長呂西亞前嚟，非常嘅強橫，從我哋手中將佢搶咗去，吩咐告佢嘅人去到你呢一度嚟。你自己究問佢，就可以知道我哋告佢嘅一切嘅事啦。眾猶太人亦都隨住告佢話：事情真係咁樣噶。巡撫點頭叫保羅說話，佢就話：我知道你喺呢一個國裏邊斷事多年，所以我樂意為自己分訴。你查問就可以知道，從我上耶路撒冷禮拜到今日，不過有12日，佢哋並冇睇見我喺個殿裏面，或者喺會堂，或者喺城裏面同人辯論，聳動眾人。佢哋而家所告我嘅事，並唔能夠對你作證實嘅。但有一件事，我向你承認，就係佢哋所稱為異端嘅道。我正按住嗰個道侍奉我祖宗嘅神，又信合乎律法同先知書上一切記載嘅，並且靠住神，盼望死人無論善惡都要復活。就係佢哋自己亦都係有呢一個嘅盼望。我因此自己勸勉，對神對人尚存無虧嘅良心。過咗幾年，我帶住賙濟本國嘅捐項同埋貢獻嘅物上去，正獻嘅時候，佢哋睇見我喺殿裏面已經潔淨咗，並冇聚眾，亦都冇吵嚷，唯有幾個從亞西亞嚟嘅猶太人。佢哋若果有告我嘅事，就應當到你嘅面前告我，即或不然，你哋人若果睇出我站喺公會前有妄為嘅地方，佢哋自己亦都可以說明。縱然有，亦都不過一句話，就係我站喺佢哋中間大聲話：我今日喺你哋面前受審，係為死人復活嘅道理。腓力斯本來係詳細知道呢個道，就支吾佢哋話：且等千夫長呂西亞落到嚟，我要審斷你哋嘅事。於是吩咐百夫長看守保羅，並且寬待佢，亦都唔攔阻佢嘅親友嚟到供給俾佢。過咗幾日，腓力斯同佢夫人猶太嘅女子土西拉一齊嚟到，就叫咗保羅嚟聽佢講論信基督耶穌嘅道。保羅講論公義、節制同將來嘅審判。腓力斯甚覺恐懼嘅話：你先走啦，等我有時間嘅時候再嚟見你。腓力斯又指望保羅送佢銀錢，所以屢次叫佢嚟同佢談論。過咗2年，波求菲斯都接替腓力斯上任。腓力斯要討猶太人嘅歡喜，就留咗保羅喺監獄裏面。